坐无人机上惊拄到啥物状况咧？有旅游平台调查结果，讲亚洲国家的民众上讨厌无礼貌的乘客。你为什么这样欺骗我们？啊，他坐一个无人机坐甲火气遮大，啊是隔壁工人将脚跪伫椅仔顶，这真无礼貌。依照旅游平台上新的统计，综合台湾、澳洲、印度、马来西亚、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印度等等10个国家。坐无人机的时，上挡袂牢的排名，头一名是无礼貌的人客，尤其会烫鞋仔的，这上互人挡袂牢。第二名是班机慢分，第三才是吵闹的人客。要不看台湾的排名，无礼貌的人客甲吵闹的人客排第一名，这个班机慢分排第二名，囡仔伫靠排第三名。可见台湾人对坐无人机的品质真重视。我觉得吵闹比较能接受，班机延误比较不能接受。哦，真的、哦？为什么？班机延误耽误很多时间啊。延误可以一直做自己的事啊，可是吵闹就是啊，好想下飞机。我们每个人上面有放那个行李的那个置物的位置。对。那曾经我遇过，就是我们要放，他说不行，他说那个是我老公要放的，他不让我放。为什么？一定会。那怎么办？那时候要怎么办？啊，就忍耐啊。他也没办法啊，小孩子很可怜啊。他有时候那个压力耳朵也会痛啊。囡仔坐无人机时叽叽叫，这嘛是台湾的旅客普遍挡袂牢的代志。啊，带囡仔坐无人机，这个大人嘛有家己的撇步。像我现在就带很多玩具出去，那就是安抚他们了。或者说，如果他今天太吵，我就是离开座位去厕所里面，帮他情绪化一下，然后让他安静一点。互囡仔移转注意力的物件，拢总有诈。毕竟咱伫出国，大家拢无希望讲伫坐无人机的时影响到好心情。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